但是北区、中西区、汤王安平、旧社区的河尾路5段延伸工程，只剩最后1公里得当拍通，对疏解安平交通破案重要角色。不过，议员陈振东关心该工程对109年开工到今，究竟当时会当完工通车，以及未来河堤甲标线等交通设计维护部分，嘛一并要求完善。河尾路5段的延伸工程，我们呢真的是从108年的新闻，从110年说要全线通车，然后来到了111年的9月的工程排面，112年的2月完工。局长，我们5月30号公务局新建工程科说8月会完工，后续加上验收9月会通车。请问一下，这个是一改再改再改2次3次？不会再改，不会再改了哈。河尾路5段工程哈。那大概经费是3亿5千万哦，那大部分都是公有地哈。那它因为是余温地啊，所以施工的时候是比较慢，所以大概这一次呢，我们大概在8月份就会完工啊。完工了以后呢，它可以很快呢，大概从河尾路就直接呢可以通到这个古堡街的附近了哦，就是说和这个民权路交叉的地方。那大概我们9月就可以通车。在不会延宕的状况之下，我们整体的交通维护安全，包括我们有一些乡亲朋友，他可能是从北区要直接到我们的安平区，没错，就往这个河尾路5段延伸的部分。那如果要直接往华平路的部分，请问一下，在未来机车、还有我们的轿车，还有整体的这个路网的一个网络，跟我们的这个行川线跟整体的人行步道的一个状况之下，都已经准备好了吗？局长？有，我们在道路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那几个路口它的这个未来号志形象的配置以及相关标志标线的这个设置已经做规划完毕了。为了驾驶安平大量车辆对进出安平拢是大问题，议员陈振东甲林义婷伫中日顺供应时间，期望河尾路5段延伸工程会当如期如期伫今年8月完工，9月通车。今日新闻，军事林英光采访报道。